基泰建设伫咧台北大直的工地出问题，海边啊人家厝规栋起起，到当时第6天咯。今早起呢有开放较严重的25户，会当入去建筑部款一寡物件出来。即马机关也逼讲这监测数据，讲9月初1数据就出问题，而且有提供予工地现场的资金。即期这基泰建设早就知影这工地有问题，所以拢唔停工。也那外界上界关注的就是这安置费用。台北市政府表示讲，基泰建设伫12下晡有甲1亿汇到市政府的指定口座，不过也未和法务部签信托契约。还有吗？民众伫安全部赶紧将物件放落塞车内底，内地人家厝入去，到达已经第6天。台北市建管处宣布，现场目前相对稳定。为早起10点半开始，住户会当伫专业技术陪同之下，等去厝里摕物件，一体是20分钟，一届限制2户入去。生活用具，他必备的身份证、ID 都在里头。20分钟太短吗？啊，20分钟当然太短嘛！你们赶快反应，莫名其妙嘛。部分的民众反映讲，敢若予因20分钟的时间，而且敢若会当入去3届，实在是伤赶。市府统计到下晡2点，25户拢已经有入去头一届。第2梯次是3点半，那第3梯是13早起。其实我们是跟时间赛跑，这个要请所有的住户理解跟谅解，建筑物不但倾斜，位在一个相对软弱的这个地区。内地人家厝入去的案件持续炭烧，有议员也出来讲，监测数据的公司基泰9月初1就已经提供监测各样的通知单。予基泰代地建案工地现场的主任，这个基泰早就知影工地有问题，煞无停工。显然，基泰在接到这一份报告、这个警戒单的时候，毫无作为，并没有停工。一大是直接跟基泰说，报告的状况是有点糟。副市长李树川表示，判定的所有资料拢会透过政风处移送检调单位鉴定，确定敢是有违法，甲违反公共安全。也若当日啊，基泰建设阁要提供1亿来救灾，煞无如期汇款。基泰伫12日发新闻稿回应讲，已经请律师联络台北市府处理信托，绝对无会提责任。市府是希望说站在维护市民的权利的立场，先把钱汇到市府的账户去，基泰这边就配合办理，后续信托的细节再慢慢来协商。台北市政府嘛证实，基泰已经伫12下晡，甲1亿汇入去市府指定的口座。不过，基泰建设甲台北市法务局也未签信托的契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